内政部消防署的特警搜救队今仔伫南投县第三举办搜救犬的认证，副总统萧美琴嘛去致辞，向搜救犬家领犬员的付出来表达感谢。 领犬员下指令，搜救犬拢会当完美呈现。国家 MRT 搜救犬能力认证活动，29到28，在南投第三的消防署中部闭环中心展开。这届有台湾18组，日本2组，计共20组参加。考核项目包括36点钟连续搜救任务，地方去建筑土石流灾的灾害场景模拟搜救。 消防署特种搜救队强调，搜救犬必须通过 IRO 初级考试、2届中级考试，而且在8岁以来通过高级认证，才有资格参加 MRT 认证。用狗理解的方式去跟他好好的沟通训练的话，其实各个科目都是有办法突破的。好，了解我们的领犬员，谢谢。 副总统萧美琴也亲自发送给参加认证的搜救犬鸡腿造型的7头米啊！咱台湾的搜救犬有几哪届国际任务的经验，包括112年托尼基地震时就救出2名受困者，去年也参与控诉控3花莲地震的救援行动。在 MRT 认证的开幕式，副总统萧美琴也在致辞当中表达对这搜救犬队伍的感谢。 谢谢每一位领犬员、每一位教官、志工，以及我们所有的汪汪队伙伴，再一次致上我最深的谢意以及敬意。你们是国家最坚定的力量，也是我们人民最安心的依靠。 内政部表示，未来引进 AI 定位，建立科学化、系统化的搜救训练模式，也甲其他国家搜救单位互相交流，联合训练，深化国际人道救援合作。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。